大家好，我係 Francis， 我係一個瑜伽老師。咁過去10多年咧，我都有運用花精咧，喺我自己嘅收集上面啦，同埋喺我自己嘅教學方面。咁點解會開呢個 channel 咧？就係因為其實有好多人都對花藥咧或者花精其實唔知係咩嚟。咁我就好希望可以通過呢個頻道去同大家分享下我過去呢10年嚟花精點樣去幫到我啦，同埋幫到我身邊嘅人、我嘅學生、我嘅屋企人。希望更加多人咧可以明白到同埋運用到花精喺佢哋嘅生活上面。其實咧花卉咧，即係追溯到遠古時代，我講緊係2000幾年之前咧，已經有醫書，即係醫學嘅書本上咧，已經有記錄咗花朵、花卉咧嘅藥用價值。有本書叫做《本草綱目》，喺明代嘅時候嘅呢本書其實已經喺裡面已經揾到有好多關於花喺個藥用層面嘅價值同埋佢功效。我諗大家可能都有聽過 Bach Remedies， 即係巴哈嘅花藥。巴哈其實係一個英國喺1930年代嘅時候一個嘅醫生。咁本身花療花藥咧，佢本身係一個自然嘅療法。而巴哈醫生咧，佢認為咧，當我哋情緒失衡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喺身體上面會帶嚟好多唔同嘅症狀啦。我哋身體其實就係我哋嘅情緒嘅出口。當我哋有情緒嘅時候啦，我哋身體咧係會完全知道、完全記錄，甚至乎可能我哋嘅意識層面我哋係唔知道。譬如啦，我哋嗰日做嘢好緊張，但係我哋唔知㗎，可能夜晚返到屋企嘅時候先知，哇，膊頭好緊好緊。當我哋膊頭痛嘅時候咧，我哋先知道啊，原來嗰日咧做嘢好辛苦。呢個經驗咧係俾我哋知道咧，我哋身體咧係好坦白，甚至乎我哋有意外嘅時候啊，撞親、扭親、跌親、肚痛、頭痛、手痛、頸痛、膊頭痛，都係身體其實響處於一個低頻嘅狀態。你都可以去諗係啲嘢唔係好喐嘅狀態，可以幻想係一個坑渠塞咗一樣，就係我能量好低嘅時候咧，啲嘢唔喐。花精嘅好處，花精嘅療效咧，就係當我哋口服啦，或者係搽花精嘅時候咧，因為花精佢蘊含咗大自然嘅能量，包括咗花朵、草木、晶石、礦石嘅頻率。而呢啲頻率咧係高嘅頻率嚟嘅。咁當我哋搽緊嘅時候咧，其實因為共振嘅原理咧，佢會將我哋低頻嘅狀態咧提升。當啲提升嘅時候，開始能量咧就會暢通，好順咁去流。其實就係打開緊、釋放緊一啲嘅潛藏咗嘅凍結咗嘅能量，亦即係有時埋藏咗嘅症狀啦。啲症狀痛嘅症狀咧，因為能量喐嘅時候，因為能量提升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嘢會慢慢打開。當打開嘅時候，亦都係我哋自己，我哋身體一個自我療愈、自我平衡，令身體返去一個最健康、最理想嘅狀態。我哋身體其實咧係有自我療愈功效嘅。頭先嘅分享咧係一個簡介，大家如果想對花精有更加多嘅了解，譬如點樣去運用，譬如去揀邊一隻花精會最適合自己，又或者邊隻花精會最適合屋企人或者小朋友嘅時候咧，歡迎大家讚好、分享我哋嘅帳號，隨時留言，我哋會盡快回覆。